凌晨3點有人刪咗記錄，係邊個做嘅？阿竹一早發現有10筆客人記錄唔見咗，阿竹問阿白同洪大廚，兩個都話唔係佢哋。貓頭鷹博士話查資料庫日誌就知係邊個，日誌記錄每筆操作，邊個幾時做乜嘢。博士揾到凌晨3點有賬戶執行 delete 操作，原來係阿竹設定嘅自動清理程序寫錯條件。博士趁機教導，日誌唔係淨係用嚟查問題，良好嘅監控體系包括3個層面。第一，錯誤日誌記錄系統異常同埋錯誤。第二層係查詢日誌記錄 SQL 操作，方便審計。第三層係效能監控，追蹤 CPU 同查詢回應時間，設定警告機制。當指標超過指定值嘅時候，自動發出通知。預防勝於治療，做好監控就可以安心瞓覺啦。